在上谁生女儿也罢。娘娘不哭。参见娘娘。他就是你厉害二嫂子。我们都老了，这永国府上上下下都靠这个疯辣子来商落了。以后不见宝妞。扶着暖君不管算什。大姐，宝妞想死你了。快点宝妞进来。娘娘有旨，宝妞觐见。宝妞。大姐。宝兄弟。大姐。盼姐姐盼得我痛难诉，盼不开呀宫门锁，盼了7年谁回家？从今日不许姐姐皇宫守。
起都不能见面了。大姐，林妹妹他们在员外等儿多时了。林妹妹，哪里来了一个林妹妹啊？大姐，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小林姑娘与众女眷觐见。宣林姑娘与众女眷觐见。你看他言行有时，花早碎，心底恰是旧时这是你谢姨妈和宝丫的。参见娘娘，宝姑娘身上也有一块金锁泥。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莫失莫忘，纤手恒长。这正好是一对呢。娘娘，还有一个时辰需要回宫了。大姐，让我再看看大观园。娘娘请。大姐，大姐，你看，娘娘，你看，娘娘，这院中庭的玄关边儿的对联，可都是宝玉说的哟。我的宝兄弟真的长大了。大姐，你看，你看那边，这院子巧夺天工，精致雨雅，为我心情花了不少心思。我这一走，这院子庭上言辞封闭，岂不可惜？老祖母，我想可命家中姐妹并宝茶待玉众人一起搬入园中来治。好，不得有错。大姐，我也要搬到园中来试。好，宝玉，你喜欢住在哪一次啊？妹妹，来，你喜欢是在哪一次啊？娘娘。我爱那小相关，监管才中，雁门下。我嫌那怡红园一家彩虹同享香。那我们的宝丫头，你喜欢是在哪一次啊？老祖宗娘娘，愿从此次好风光，听令老祖宗做自在。宝丫头多懂事啊！娘娘喜驾为公。老祖母，娘娘，大姐，
雨天我当了娘娘，第一件事是要让连奶奶跪在我的面前。傻大姐，快不要失礼了，快回去吧。阿姨，北明，北明，你带我到哪里去？哎呀，北明，北明，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嘘！哎，阿姨，你上次叫我弄的书，我叫你拿来了。哪来？喏，西厢记。嘘！阿姨，对。阿姨，我走了。像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今日背地里，我偏要夺他一个上夸呀！四杂多变金玉丝，难得细香。细妙是写掌声，尽心能是殷殷家，莫因因深情根底长生子。贪报月身不由己，全在此。但愿得今晚梦雨破旧时。妹妹，你来了呀！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困书啊。啊，原来都在这里用功，这样一来呀，可要转工，咋归了你？哎呀，你又取笑我干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旷功名、混饭吃的八股文章了。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真是好文章，你要是困了，连饭也不想吃了你。好妹妹，见你困，我是不怕的。好的，可不要告诉人啊。来来。
你看，谁想起？妹妹，好不好？但要细想想，人逢富半开，各像花影动，你是鸟人。妹妹，我是个多人多病生，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猫。该死的富十八郎，弄出这银子眼球来吊销，文章的娃儿欺负人，我可要到舅舅跟前将你告。妹妹，妹妹，我的后妻是后生口念，好妹妹，千万要我这一招，我才有心欺负你。好，明早让我递来这纸子里，让老头人把我头切掉。那掌声也风是高于推着阳台，那阴阴当见神呀黄昏暗，那红娘三尺是行房老夫人，那为民无千变眼珠肉馒头，我以为面单是对。原来是个人样拉枪对。你试试，你这个人好，我也要告诉去，我要告诉去。你去呀、你去呀、妹妹，你不要走，妹妹，哎，你把手挽住我，妹妹，哎，妹妹。拿来吧。妹妹，妹妹，哎呀，妹妹，哎，妹妹，你把你身上的这颗香袋送给我好不好？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你送我香袋，我把这颗送给你。这是北京王送给我，是皇上赐下来的你。什么菜脑是哪个的？我可不要这东西。你不要这东西，我也不要这东西。哎，妹妹，妹妹，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吗？这个我可不管要。为什么？我不过是里边草，林上阿毛，为父金锁配宝鸟。恰原来我更是宝鸟，我可不喜欢摔了倒是我。
这是你的命根子，碎了就没有保佑了。没有他关心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只不过是为了我的心。我也是为了我的心。妹妹，林妹妹，你是林上梦，我是木边上陌上相依。有相亲，渡道是情有两缘。你在这里等一会，包爷一会就到。百名多谢了。我去取水来。
会放过你吗？我不怕，我再也不让受人欺负了。你难道再也不尝血了吗？儿言我虽在名满天下，你察觉，你知我啊，太下来兵，太上都。此去必居东郊地，从此离开秦王府。儿言使君意重，使吾一笑。生人勇，生人勇，忠孝圣之本也。使君不可以不忠，使吾不可以不孝也。去去去去去！山岗无常，内人来生之大敬，为人仁慈，不可以不知，是以忠人，忠人。哎呀，出于孝子之门也。哎，人家在哭闹，你还在笑呢？每日里送往迎来把卡杯，分享口头记祖先，岁岁恭敬听教诲，非同下拉多生阿言。这耳鸣掉落的崔文章，多等我对我愿实可言。孙悟空套上了紧箍咒，没法子哦。哎，小祖宗，哎呀，再读一回吧，我来替你打算。不过，把人还可哦。哎，请问你的眉毛是谁给你画的？是我自己画的。哎呀，画的一点都不美。哎，让我借你改一改。哎呀，小祖宗，你还是读书要哎紧。呀，你就让我解解闷吧。好，就让你画吧。哎呀，好啊。眉间插葱，眼不是水，眉眼好像灵梅啊眉，再替你上眉改一改，跟与妹妹一样人开。你真苦
你不是真心爱读书，你也应该长出个读书的样子来。哎呀，我不会长的。看天热了，来，脱下件衣服吧。哎呀，咦，这条环巾是从哪里来的？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过啊一！个朋友送的。朋友，哎，是什么样的朋友，竟送你这样的东西？你不要管我了，好不好？不知你呀，又结交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人不了？哟，好鲜艳的一条环巾啊！二爷，这是哪里来的？景外，不瞒你说，众人亲王府有一个戏子名叫季quân，这条魂巾是他送给我留作纪念的。藏戏的戏子，戏子。哎呀，二爷，你竟用戏子结交，被老爷知道，这可怎么办呀？与戏子交过朋友，这难道就犯了什么大罪了吗？宝兄弟，哦，是宝姑娘来了，宝姑娘请进。怎么不欢迎客人嘛？是宝姐姐来了，宝姐姐，请坐。宝姑娘请坐。你们刚才谈得这样热闹，在谈江西什么？宝姑娘，你看，他竟有戏子结交朋友，戏子？这玩得了嘛？是啊，宝兄弟要是真和戏子结交，那真叫人担心你。宝姐姐，你不要听这些话。阿姨，阿姨，阿姨，老爷吩咐我来传话，说贾雨生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老爷要后爷准备，明早好会客。又是会客，又是会客，你不要说，当时你宝姑娘，你看，宝姐姐，你叫我想想，老爷每逢这类宾客，总要某一杯上，你说说，这究竟是为什么？是说是你能迎宾接客，所以才叫你。我不过是个说中有数的俗人罢了。我最讨厌与那些落多门来往了。宝姑娘，你听听，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世界上哪有不愿与主管的人来往，倒恰愿我戏子结交朋友的道理。宝兄弟，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呢。常言道，子呀看来亲，谁不想高朋能迎门？是今你常为实事灵，也该去慰慰主官人。但江西仕途经济好呀文，要为谁此事做人真本领，理应该把城关头去上京，怎能够不正言同公明？宝姐姐你，怎么了？老太太要问过牌，怎么生意？你去问过牌去吧。
难道是准备成家万过百的吗？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人家劝他上进，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落毒啊！你想，这么远的老爷不生气你？时儿不早了，宝兄弟，我醉了。宝姑娘，你再数一位吧。我去快快姨娘去。二姨，宝姑娘最好。哎呀，二姨，宝姑娘最好。哎呀，宝姑娘最好想不啊！这穷人贵国之中，也会顺上了这种风气。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又温养，因儿是宝姑娘，要是换成林姑娘啊，又不知会怎么样呢？林姑娘从来就没有说过这种文章的话。二姨，发亮忘情用一灯，曾见自己最难拒。相陪有几声离乡烧烤旁，还不知叶落归根在哪乡啊？老太太三船联系我，总不是可自从撒娇像自己呀娘，舅父母是宾客相待，各层肉啊，冯姐姐是里面见来外面光，园中姐妹谁相好，总是那个母说声个心啊长，知心人儿只有把
去了。紫娟，你与我备好毕业，我要。姑娘又要写诗了。好顿顿的，这段上去做什么？方才贾雨村来了，要见你，等你半天再出来。见出来了，一副慷慨潇洒的谈吐，显得畏畏缩缩的很。现在来是在跟着你上药，是晓得白明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一定是读了些流言文化，才肚子里有了些精致的道气。哼，等我孔亮信不了你。秦王府有人求见，吩咐有请。是。不是这，当去今日与我一同见客。不知大人驾到有什原因忘记此起过起过。请问大人，下官望命而来，有一日相反，怪问老先生做主。望大人选明，有甚好赠与承办？也不必承办，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哪里？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机关，乃是我王爷心爱的。如今3、5日不见回去，四处寻找不着。听说乃终身传说，机关琳琅宝玉相较成儿。听说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故此王爷派我前来，这机关之事嘛，你这该死的奴才，在家里你因为贵婢被训教，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遭殃。那机关是王爷家人神奉人，你但管引得他出不到。什么机关？我实在不知此事啊！可是偶孙也未见得呀。偶孙，也有真凭实据在，他真的还敬你呀！李记，李记啊！那机关英俊台上有鼓舞，英俊台下马欢笑。再不愿出身流离，愿做个阎罗玉娇。他身在哪里？我却不知。他必居东郊，可有此事？大人既知地细，又何必愤怒？我且去找一位，吵上了便罢。什么有么？再来请教告辞。请大人万岁！大人万岁！不许走开！请大人万岁！请大人万岁！大人！机关，机可叹你终有应在神通光，只怕是难逃时来父子长。
你走起关去。暂时。去大本来，把门都关上。稍是有人钻进到里面去，立刻打死。是。哦，天哪！天哪！小家父私立尊营自重，富贵功名自家，警察两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你不能光灿灿汹涌进你不能为家老高登恰与那丫头戏子剧本又组成了颠入门楣成事情。今个几革命面将来师傅有事君。今日当时妇女子，临生我情愿提出神空门。我们当时小两情，老爷，年将来什么祖宗？
要是把老太太气坏了，岂必是他了？老爷，夫人休提此言，我养了你之无意不想，不是今日结果了他一句话。老爷，你就挂在我们夫妻份上，我也一不怕，只有这一个孽障。八娘，母亲，我们娘俩往这一同死了。母亲，我那苦命的儿啦，都是你，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拿绳子来，拿绳子来，母亲，拿绳子来，老爷，老爷，你要把他勒死，你先把我勒死了，你先把我勒死了。老爷。老太太有什么吩咐，我必自己走来。花儿子进去吩咐，也就是了。你原来和我讲话，我倒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恰叫我东山失去啊！老太太，做儿子的4次管教他，也为的是永中要忠。老太太是此话，叫我做儿子的，似乎当得起。呸！一句话你竟说今日不去，他能生子生尽的半子是你，今日你下毒手是他死的，难道是永国父？是得靠你老祖宗。我那不养好，不争气的孙子哦！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心软。先生，
宝兄弟要是没有你这样细心的照料，怕是身上的伤不会好得这样快。也难怪老太太和太太夸你是严先生。姑娘，你又取笑我了。这是真话。姑娘，你也上为二爷费了许多心思，等他醒了，你再帮我好好劝劝他吧。只要用得着我，就不退事。上次听人说你戴了一个戒指，是不是啊？对了，也就算了啊。我这个倒是用不着，你把我这个拿去戴吧。哎呀，姑娘，这总不及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好。哎呀，这姑娘，这叫我怎么受得起你？这受得了什么？你就留着用吧。姑娘，宝儿的那块通灵宝牛，你还没有见过吧？见倒是见过，这是未曾细细的赏见过。姑娘，来。什么宝姑娘、白姑娘的，有事无事跑来就说着，叫我们半夜三更的不得好噻。林妹妹，林妹妹，和尚道士的话似乎信的，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要什么啥姻缘？二爷，二爷，宝姐姐，你来了。宝兄弟，你身体可大愈了？都在你牵起上。既然我已经想好了，我不过是上去他们看看，免得老是叫我去维卡呀读书的啊。宝姐姐，来，我们坐下说话。宝姐姐，你来了好一会儿吧？刚坐了一会儿，就听见你在梦中骂人呢。哦，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是真的吗？哎呀，我一点都不知道。好了好了，梦中之言不足为信。哎，我好像是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到了太虚晚祭。太虚晚祭。我看见林妹妹，我元妃姐姐被今晚仙子带走了。宝牛被子身为上用国父多的是父亲王，他是皮肉上女心里女，我是新老牛泪眼光。谁啊？都睡着了，有事明天再来吧。是我啊，还不快开门！凭你实在，二爷吩咐的，也该不西放进神来。宝兄弟，你好生养伤，我走了。宝姐姐，我送你吧。宝姐姐，请。宝姐姐，你明天再来吧，最好。
半生了，破里万千，心牵挂。站住！什么馆长生死？老实说，在这个院子里，除了主子都是狗。狗不长生死，就休想在这院子里擅自结根。老天终于有一天会开眼的，叫你们这些人一个个滚出院子去，这才怪人你。对。这个院子死不得了。老太太，这些年我留心地看起来，二嫂子病她怎样瞧，总瞧不过老太太。哎呀，是啊，是啊，宝丫头来，我的儿啊，我如今老了，还瞧什么呢？喏，当年我像凤丫头这般年纪啊，倒是比她还强呢。是这样的。姨太太，老太太，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要是巧，要是好啊。
都不及抱丫头哦。老太太，这话可是偏了。哎呀，姑妈，这倒是真的。我时常在北院听老祖宗说宝姑娘好你。哈哈哈，凤丫头，你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一乐啊！好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你想吃什么都只管告诉我，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老太太总是接她出难题，时常叫她弄来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姑妈羞死了，我们老祖宗啊，这是因神有算，要不因神有算啊，早就把我也吃了你。凤丫头，我们到大地去吃它。杨柳
妹妹慢走，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我只和你说一句话，从今以后就了开手吧。是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呀当，包玉是终日相伴共。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凭你挑，还怕那丫鬟服侍不周到，我亲自张张紧紧来找了。你啥烦恼我担忧，你啥开眼我心笑，我和你同坐千万同上船，像一幕疏水的情动那般。谁知道妹妹人大心也大，是今日瞎着眼睛帮我讲，三朝四夕不理我，是包玉是问我怕担烦恼。我有错，你当年是骂也好，为什么圆儿鼻子将我抛？你有去说也是，说也好，为什么被人不是把泪掉？是包玉不明不白故里梦，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故，去世的归为缘难告。
你不要哭。我何曾哭嘞？你看，泪子还滚着呢。你要死啦，动手动脚的。好，你既这样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医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此话从哪里说起呀？怪不得你不理我，我才会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就死好了。翠，谁要你夺走？不是的呀。好妹妹，我真的不是你来过呀。那天只有宝姐姐来说过一回，定是丫头们滚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问个明白，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是要教训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有什么宝姑娘来了，贝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可大了。哎呀，你晚上这些话呢？你到底是气我，你还是咒我呀？这有什么要紧呢？看，劲都跑起来了。哎呀，还觉得一脸寒呢。妹妹，妹妹，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果真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病着，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他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你才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病着把用了心，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过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才能宽慰心，你的病就会好了。妹妹满嘴，你让我再说一句话，好不好？不用说，你的话我都明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今日大胆地说出来，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管告诉人，只好哀伤。等你的病好了，再把我的病
谁会好你？我睡里梦里都忘不了你呀，好妹妹。宝儿爷，你怎么了？我是紫娟呐。紫娟，妹妹，林妹妹呢？林姑娘她早些走了。走了？走哪里去了？妹妹，这不是妹妹吗？我是邢文呀。请问，林妹妹，林妹妹呢？回去了，她为锁在自己家里去了。宝儿爷，二爷，宝儿爷，二爷，二爷，宝儿爷，哎呀，宝儿爷，快来，二爷不好了，你怎么了？二爷，宝儿爷，宝儿爷，你怎么了？紫娟，二爷怎么来了？宝儿爷，宝儿爷，宝儿爷，你怎么了？老太太，二爷他，宝玉，宝玉，宝玉，你怎么了？宝玉，宝玉，你你醒醒啊，宝玉！你怎么了，宝玉？宝玉，先生，你是怎样时候的把宝玉弄成这样？我也不知道紫娟与他讲了些什么，二爷就言语之了，谁家也冷了，我也不会讲了。丫头，你到底要看这怕是不能用了啊！宝玉他说些什么？至于他生了一句玩笑，宝儿爷，你可不能当真啊！宝儿爷。紫娟，紫娟，你们不能走，你们不能走啊！要去连我得了去。宝儿爷，二爷怎么回事啊？兄弟，不得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来这里妹妹了，给我打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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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去！宝兄弟，是了林妹妹，平日谁不许她心里。妹呀，以后不许你到林子，不许姓林的进来，都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你要说来这里太美丽呀！你可存在那边的？宝玉，这总得放心了吧？林妹妹从今儿去不宝玉近来病得奇怪，那对肉又或算病，或算好的。现在小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怕什么。自己你们看怎么样啊？
老太太，依我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是趁早就帮肉身了亲，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说不定冲一冲喜，病也就好了呢。哦，这是那林姑娘啊，虽是有貌有才，只恐怕多愁多病不闻情。包丫头德用兼备与佛像，品格端方身份严。是啊，那元妃娘娘不是说过的吗？既然你们都是包丫头好，那我的旨意也就定了。这是哪得哟？唉，都听见了，不准传出去。要是走漏了一个事，当心打断你们的两条腿。老太太，你看这……宝玉啥真的闯出什么祸来？这倒叫人难了。是啊，难倒是不难。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依我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调包？一调推两万字，调包机，十里过里桃江，敲机关，倒是红盖对杂子。负心人可用纸卷子小牙关，对宝玉只是去的是林妹妹，把真情煽起满一番。此事能瞒得过吗？等到那青兰神医山。
姑娘你好。眼空血泪，泪空碎，爱洒涅槃更相随，赤膊脚下。这院子怎么总是有人哭啊？子娟，哎，四爷，你们去看看是什么人啊？好好的，为什么在此地哭？是受了什么人的气令？林姑娘，我在说错一句话，崔妈妈她又打你了。你说出什么话了？其实啊，我说的都是真话。那他们为什么要打你呢？我就说八二爷要娶宝姑娘，他就打我了。你说什么呀？就是八二爷娶宝姑娘。傻大嘴，不要这样！阿嘴巴。好意思看了今天，怎了落？文字风筝，我心我问问宝玉去。姑娘，姑娘，是姑娘，姑娘，花落花飞，飞满天，红绡香罗
去了吧，姑娘，你就起点吧。玉姑娘心事手中藏丝穗，这模样叫我自觉真不舍。端阳见你推开手，水面微尘十眼儿，镜子里只见你用眼神枕头边只见泪湿头。姑娘啊，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真情的东流到城，下流到前。姑娘啊，你要多保养，莫爱愁，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当开你眉上锁。风中雨。你好心好意，我心知。你曾经劝过多少次，真乃是一生贫困一男子，望本分冤非牙齿，怎落得路远山高家难归？姑娘地老天荒，人
姑娘，姑娘，妹妹，你把我的书稿拿来。孙子好些再困吧。啊。后背有叹气，这怕谁不是啊，姑娘？是今日。
泪，谁知道撕破未必真心。紫娟姐姐，紫娟姐姐，喜姨，林姑娘病重，你告诉老太太了吗？你不要问了，宝爷真的要去，宝爷真的要去宝姑娘。现在今夜省亲，新房都收拾好了，上面吩咐不叫我们知道。这先生怎么竟这样？很痛。林姑娘怎么样了？醉妈妈来了，醉妈妈，我找紫娟姑娘说几句话。醉妈妈，紫娟姑娘，老太太和二奶奶要你过去，那边要用你使唤你啊。醉妈妈，你先听吧。等人死了，我们死人是出来听人使唤的。这是林姑娘。婉玉也看起你，紫娟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倒是的，我可怎么去为兵上头呢？你这公为兵上头是，宝儿也七情完不了噻，又何必城里端起把名菜？我紫娟今日里此愿听。就不碰同房年上的婚辈，谈灯姑娘断了情，该把我分身三官，我也不走美。紫娟你，哎，喜。紫娟姐姐，紫娟
小口将细心经，数遍了枝头把家期待，总算是东园桃树西园柳，今日异乡的自在。我此生得去林妹妹，心事灯花凭谁开？往日并就一笔勾，今日落是浮影美。从今与你春日早起扎花灯，换一条灯把米炊，天香并立宽恕啊，无雨水银大草地，从今雨巧女娇音满室闻，直到断水分不开。这真是银幕谁开终于多。牛郎织女情系为子娟，姑娘，子娟，宝妞，宝妞。姑娘，姑娘，姑娘。生肖怪的耳边呀，姑娘一生生有事断肠刀，姑娘，他那里是化作面前相对笑。我这里是长面姑姑，谁来调？姑娘，
在今宵。姑娘，从今哎，你识君孤雁相随口。只怕是我知情梦中把我姑娘我托你一件事，什么事啊？但若在此没有牵涉，我的孙子是关心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我这奔进来还进去，须将百官骂姑娘，姑娘，姑娘，姑娘。今天正是从古到今天长成节，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你的身子好了没有？我们好久不见面了，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妹妹，宝玉，老祖宗，来，你要稳重些我知道。咦，为何这件事不见自娟啊？他的生肖冲了，因此不来。原来是此。哎呀，妹妹，你看着这个东西干什么？我们何必用这些说套呢？宝兄弟，宝兄弟，做新郎总该懂。
问谁？须杀得新娘期待谁？孤人欢喜你少自杀，谁怨谁问？你莫团结。你是我杀，我是你在杀你！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他，还会对他不温柔吗？保佑我的孩儿，母亲，愿你俩相敬如宾，到白头，这才是父母之情，不过分。知道，保佑啊！哎呀，老祖宗嘞，你母亲的话，你可要记住哦，这都是为你好哦。知道。哎呀，老祖宗，母亲，你们也该洗洗去吧，洗洗去吧，洗洗去吧。哎呀，你们就洗洗去吧，洗洗去吧，洗洗去吧，洗洗去吧。妹妹，谁人这红盖的呀？昨日你面是芙蓉，眉是泪，咋不是你心底晨光往往推？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哪里呀？现在你来养养我的子女，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老祖宗在这里，老爷还在外面守着你。现在你告诉我，上场宿舍的那位美人儿是谁？是新娶的二奶奶呀，你真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宝姑娘，林姑娘也。你怎么问是娶林姑娘来了？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宝姑娘，是啊，娶的是宝姑是娘，宝姑娘啊，是宝姑娘，是宝姑娘。老祖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宝玉啊，你娶的是宝姑娘，是宝姑娘啊。方才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是与林妹妹生亲的吗？谁？宝爷，谁又还扶着他呢？怎么一下子都变了呀？都变了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老祖宗反倒要对众位杀敌。你快收下，快收下，你属下，你属下。林妹妹。
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头绳？为什么内院错把花？恰了金杯酒来敬，不是老祖宗骗我家中亲。宝鸡灌醉我心肠深，妹呀，你听是七夕烟。十分平，泪是滚水浸那心。你们口水听到你妹妹的哭声，你们口水听到你妹妹的哭声，你们不能听到她的哭声啊！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也好娘，同病相怜，心靠心。
我父所求。此求于妹妹，空是神。老祖宗，你就依了我吧，你就依了我吧，老祖宗，你就依了我吧，老祖宗啊，老祖宗，老祖宗，你就依了我吧，老祖宗。你去病人这个样子，你好叫我心痛啊！老太太，我知道，我求你们也没有用。我找林妹妹去，宝兄弟，我找林妹妹去，宝玉，我找林妹妹去。宝玉，你，我找林妹妹去。宝玉，林妹妹她已经死了。宝玉。
小巷林妹妹，林妹妹，林妹妹，妹妹呀，想当初你孤苦伶仃到我家来，自以为暖桥哭泣孤零零，你今生应是亲兄妹，那是两小无猜共枕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共同西厢采花人，抱玉是破腹掏心真心泪，妹妹是心头早有看不厌，到如今无人共把心相通，可叹我伤心不关联花呀人，记得你永远上了闭门岗，你是神本性也不明，妹妹呀，你为我一往情深把平添，我为你睡里。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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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想你，好容易盼到同房花烛夜，总以为美满姻缘已现前，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宝姐姐，恰原来你被逼死，我被鸦片。林妹妹呀，始终就是大观园。几年来你是心头受尽家不开，落花满地伤春啊，冷雨悄唱不生眠，你怕那生死间风刀和伤尽，到死尽，他苦孙比你伤去心。是说你宝儿爷，我是紫娟呐，自救，宝儿自救，爷，宝儿爷，自救！宝儿爷，天夜了，你快回去吧。回去，我回哪里去呀？分子卷。妹妹的思高，惊鸿谁？是翩翩拂地河中花，分子卷，妹妹的摇影，惊
一段绣的她，分子脚。美美的花容镜湖人，花如水在水葬花，分子脚。美美的银姑亲我谁？那银姑叫着姑娘，也是姑娘神仙那银姑，那银姑也是心护你，世上的人儿不是求求身体之大仇，一根扯绳把众生佛。天桥一角有你我，心桥一块难追捕。你是这同并心理所思。我岂能一顾情侣？随所不。你是自动并须，你所思。
马大人，元妃娘娘。